个人的一个历程，我的家庭的一些人生的感悟，一些人生的感悟。到了回归以后，我比较很喜欢唱一些更有意义的歌，好像那个叫民生的一个梦，从中翱翔，让人迷惑的浪家。還有好武漢設計工程學院、成龍影視傳媒學院首度喺武漢發起龍樂無界超級城市音樂節。身為院長嘅成龍，除咗登台獻唱，亦喺學院召開師生見面會，同過百名同學仔見面，並親自為光影之星優秀畢業生頒發榮譽證書。成龍又大展歌喉，更以自身經驗勉勵有志投身演藝界嘅同學們，要熟習影視產業鏈嘅每個環節，咁樣先至能夠喺複雜嘅戲劇製作過程中，更好咁發揮自己嘅作用。出去我就想抱團，把所有部門的那些電話留下來，你們坐下來去創作去拍攝，希望你們出去以後沒有後悔。龍樂無界超級城市音樂節邀請咗林俊傑、華晨宇、Ella 陳嘉華等多位紅星登台獻唱，一連2日演出吸引超過4萬名樂迷朝聖。成龍影視傳媒學院嘅同學們亦有機會參與實踐。學院令同學們透過協助舉辦音樂節，學習更多影視行業知識，促進佢哋嘅全面發展，培育更多影視行業嘅英才。